如果低過800萬，而喺港島區揾一個兩房，可以有咩選擇呢？鄰近港鐵站，但係樓齡就會舊少少，你又會唔會考慮呢？又嚟到睇上車盤嘅時間啦！今日我哋嚟到天后參觀維景花園，而呢度除咗12項目之外，更加鄰近港鐵站，樓下仲要係美食街添。由於大門同客飯廳係冇玄關位，可以令到家私擺位更加咁靈活。如果係你，又會點樣打造呢個空間？望返出去就係附近嘅城市景，而廚房亦都有唔錯嘅保養，而旁邊本身係間房，動後增加咗廚房嘅空間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餘下嗰2間房都有對流窗。嚟到浴室嘅部分，除咗乾濕分離嘅淋浴間之外，同樣都有活動窗。對於小家庭或者投資者嚟講，維景花園都會係一個幾實用嘅樓盤。再強調一次，呢度係12號網。大廈維修進入尾聲，今日嚟到北角半山，擁有自家 shuttle bus 嘅天寶大廈。要談論到住嘅地方有個舒適嘅空間感，而客飯廳亦都有罕有嘅對流窗嘅話，天寶大廈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日參觀個兩房單位，受用有753尺，大門嘅旁邊就係廚房，廚房中空嘅設計亦都係非常之少有，而旁邊亦都改動後增加咗唔少嘅收納空間。喺度煮嘢食嘅話，有個唔錯嘅舒適空間感。而客飯廳係有兩邊嘅窗，可以增加翻空氣嘅流通，間隔上亦都方便翻家私擺位。而露台嘅位置望返出去，可以遠望到九龍區嘅山脈同埋部分維多利亞港。2間房嘅間隔亦都相對之方正，就算擺咗衣櫃之後，都仲有唔少活動空間。而且我哋今日參與嘅單位有個特點，唔單止係客飯廳嘅，2間房都可以望到部分維多利亞港。而浴室嘅部分係有活動窗，增加翻空氣上嘅流通。現時業主叫價係1260萬，連埋車位。如果你想住嘅地方可以寧靜一啲，再加上單位實用一啲，天寶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，你又可以欣賞多一次維多利亞港。